我哋人類喺步行方面主要分為兩大嘅階段，第一就係站立，第二就係起腳離地嘅階段。我哋喺第一集提到點樣用入門版嘅訓練可以加強我哋中鋒嗰邊隻腳喺站立階段嘅發揮，而今一集我哋會介紹一個加強版嘅訓練。首先，因為呢個動作係有一定程度嘅不穩定性，所以我哋首先用好手扶住一個穩陣嘅平台，例如欄杆，然後我哋將雙腳分開去到肩膊嘅距離，然後我哋將首先好腳微微踏前作箭步站立。呢個時候我哋要特別留意雙腳分擔我哋體重嘅比例。喺開始嘅時候，兩隻腳嘅受力會係平均，然後我哋慢慢將重量移向前方好腳嗰邊。呢個時候要特別留意，我哋中鋒嗰邊隻腳要保持腳尖踩地，唔好將隻腳慢慢縮咗向前面。我哋將大部分嘅體重放咗喺前方好腳上面，保持5至10秒鐘。然後慢慢將體重放翻去後方中鋒嗰邊隻腳。我哋將呢個動作重複5次，每次5至10秒鐘，然後將好腳收翻。跟住我哋將中鋒嗰邊隻腳向前踏一步，然後重心亦都係逐漸向前移向中鋒嗰邊隻腳。呢個時候我哋要留意，我哋嘅身體腰部要保持挺直，唔好寒背向前彎。另外，亦都要留意中鋒嗰邊隻腳嘅膝頭哥，唔好放軟屈曲，要保持微微挺直，亦都喺呢個位置停留5至10秒鐘，然後將重心放翻去後邊隻好腳度。我哋再重複呢個動作5至10次，然後收翻中鋒嗰邊隻腳。